今次呢個案例主人公 A 先生，佢係國內出生，美國名校碩士畢業。佢喺2014年11月15號嘅時候同我講咗佢嘅故事。喺2015年嘅時候，佢喺內地揾咗一個中介機構，想辦理 EW3 嘅申請。我哋簡稱呢一個僱主叫快餐店 A。佢2015年嘅7月嘅時候遞交咗 LC 申請，之後亦都順利地透過 A 快餐店獲得 I-140批核。但係好景不常，由於市場嘅原因 ，A 快餐店轉讓咗業務俾 B 快餐店。呢一個時候 ，A 先生正式經歷咗第一次嘅僱主轉換。喺2023年3月，佢遞交咗 I-485 Adjustment of Status 嘅申請，亦都喺2024年嘅1月喺西雅圖進行咗佢第一次嘅面試。同年非常之唔尋常地，佢收到第2次嘅面試通知，而呢個時間係同年嘅12月。天意弄人，喺第2次嘅面試之前，佢收到一個晴天霹靂嘅一個通知，就係 B 快餐店再同佢講，我唔再擔保你嘅申請啦。咁A 先生佢就急急腳就揾咗服務佢嗰個中介機構，但係嗰個機構就話啦，你要額外俾4萬美金，仲要唔包律師費先可以幫佢揾新嘅僱主。雖然個機構就話會幫佢承擔部分嘅費用，但係佢由於再冇信心啦，佢決定揾另一條出路。其實 A 先生都知道，如果佢再揾唔到一個僱主嘅話，佢呢9年嘅時間就會功虧一簣。喺我哋了解咗A 先生嘅情況之後，我哋為佢進行咗一個好深入嘅分析同埋方案嘅規劃。喺2024年11月18號，佢決定同我哋公司簽訂委託協議。幸運嘅係 A 先生嘅面試由於配額短缺嘅問題而推遲到去2025年嘅3月，為我哋爭取咗寶貴嘅時間。喺我哋同美國律師團隊嘅協助之下， A 先生成功揾到願意繼續擔保佢嘅新僱主，並喺2025年嘅2月通過新僱主嘅面試，拎到 job offer 並開始正式返工。A 先生最終係完全唔需要重新走過 LC 同 I-140嘅情況底下，順利完成咗佢第2次嘅面試，最後喺2025年嘅5月攞到 I-485 Adjustment of Status 嘅批核，成功獲得咗綠卡。喺呢一件事上面就畫上咗一個完美嘅句號。A 先生嘅案例對所有嘅申請人嚟講，其實係一個警惕。移民係你人生嘅一個好重要嘅決定，影響住你全家人嘅未來。所以喺揀選呢個中介機構嘅過程入面，你真係要擦亮你嘅眼睛，要慎防一啲叫做誇大其詞、虛假承諾，特別係 EB3、EW3 簽證類別呢一種叫長排期嘅移民項目。記住一樣嘢，移民唔係一場話走就走嘅旅行，而係一場長達8年嘅馬拉松。雖然你控制唔到未來發生啲咩事，但係呢一刻你可以控制到嘅就係選擇一個有經驗、靠譜、歷史悠久嘅中介機構，為你嘅小朋友同埋家庭撐一把真正嘅保護傘。